做囡仔时阵吼，对这卢古镇吼，都真有印象。阮女朋友就是尾啊出国去，啊，因兜讲你做东路，我就好奇去因兜一看。这毋较简单，等这一片尔，半年我都会晓，等下我就听讲趁足济钱。自早咱台湾咧用路，拢爱去长山买，啊，长山做路，甲咱用的这个吼质量无共，有真侪个限制。啊，所以我前辈开始才去找到这个东方直接落去对，就咱爱啥物款，咱就有法做啥物款；爱做偌大面，咱就有法度做。啊，所有的东路都变用手工落去对。因为咱这个做东路这个行业吼。古早是在做电头业，我发现讲这个行业吼一定会消失去，因为电头愈来愈少啊。这是一个文化，啊一定要有人来做啦。文化一定要对生活当中落去发展，所以我尽量在生活当中给发展甲一般唔是出电头的人，你嘛使甲东路有淡薄仔关系啦。